慢慢的扬起，随来放2大袋紫干贝含几啊片乌鱼子，这高级的红豆饼，互人客感觉脆软酷酷的。加落去，搁会牵丝哦，人客食到耳朵该得志。无红豆的红豆饼，加掺 cheese、干贝含乌鱼子，乌鱼子搁掺4、5片，每一片拢切得真厚。这个先生特别为台南生活来交关，口感有影美味死。这个太奢侈了啊！太奢侈了。对对对。一粒爱199的红豆饼，名声透行城，就算无俗，生理嘛做甲真佳呀。伤贵哦。卖你讲咧，乌鱼子一袋个爱几啊百块安尼。头家讲会做这款红豆饼，就是要让人客食到澎湃国民点心。啊，恁摕这来甲做以红豆饼的，变成一个较奢华的一个甜点。高雄演造这个红豆饼档，头家发明无同款的红豆饼，除了车花版本，咱即马来看俗高好食的红豆饼。红豆啊，煎甲足杂煎的，头家做人真拍手。不管是红豆、蚵仔、巧克力豆，还是菜脯，互你要看卖咧，这一粒爱偌济？一颗卖5块钱。无唔对，你真正无听唔对，这讲5块尔，生理好甲变过，人客拿来拢卖120粒。大概10颗左右啦。拢头要20粒。100块呢。不过即马逐项拢起价，卖5块，敢袂惊无趁钱？薄利多销啊，就是要量要做很大。薄利多销，俗俗啊卖，头家就是希望会当饼大量，互大家真欢喜。